后礼拜就中秋啊，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捐助，所以就较少烘肉。即马疫情转好，头一个中秋，业者就讲，一寡中秋的物件、烘肉的物件销量拢有加3、4成，嘛要提醒民众，毋是空地啊，就通烘肉。高做真悬，熟练的小家肉品准备包装出货。中秋节特别到啊，亲戚朋友团圆的时阵，未少人会选择当地烘肉。除了去餐厅，也有真侪民众为着方便，会直接订柜套装的烘肉食材，也互供应业者最近无用气质赶紧出货。今年的销售量比起以往的话，大概成长了3到4成左右。对。就疫情慢慢解封啊，大家烤肉的意愿就会相对的提高，所以今年的销售量相对有提高。疫情期间，政府为防疫实施各种管制，民众也唔敢当地烘肉，肉品业者业绩真受影响，真无简单等到今年解禁。业者预估销售热潮会当延续至少到10月中。也唔过，小块烘肉也唔是4季拢会当，部分县市像高雄、台南的公园全面禁止烘肉。为避免造成公共危险。高雄市公园禁止烤肉及燃放鞭炮，违反规定且屡劝不听者，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之条例处新台币1000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根据了解，6都中、双北桃园甲台中，中秋节期间拢会开放部分公园，也是农业区，互民众烘肉。台南甲高雄考虑公共安全，维持即马公园管制措施，禁止烘肉、放炮啊，违者相关会当罚6000。另外，因为天高地疫情严重，地方政府也提醒民众，小块烘肉爱注意防网，不要碗顶容器爱收好，以免提悬疫情扩散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